為協助消費者、室內設計師以及裝修業者了解室內裝修定型化契約的性質，在實施以後可能面臨的法律問題，所以淡市甲高雄兩市的室內設計裝修工會共同舉辦諮詢講座，針對如何調整現在契約符合應記載事項等規定來交換意見。對此業者雖然肯定立法良善，不過煩惱以台南等10個縣市農業的落實真正的簡約室內裝修的強制執行，將造成全民裝修的危機。實施的這一段期間呢，太趕，那我們業界的部分可能就沒有辦法去接受，因為那個國土署那邊還沒有完整的規劃下來，比如說我們的簡易施裝還沒有實質的進行，那這個部分呢，對我們的那個消費者可能會產生更大的一個消費空間，就是他沒有經過合法的那個施裝審查，以及沒有找到那個合法的業界啊，所以他們產生了很多的糾紛。目前還有12個政府沒有簡易施裝，也就是說台南市政府也沒有簡易施裝。你叫台南市政府來執行嗎？一執行的話，這裡面的內容他們都把它稱為一般裝修的時候，它的申請作業費用非常高啊！希望政府能明了這件事情，趕快來協助，讓各地方政府在你們原本的法律立法之精神把它恢復起來。但是室內設計裝修工會強調，目前法令只管合法，無管非法。一旦政府只增加合法業者的行政審查，或向你無證照的裝修加紙，主要攏是由無辜的消費者來承受。所以要求市府面對欠缺配套的審查，共同提高裝修空間的安全保障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